你有冇啲時間好想有人坐低你傾下偈，飲杯茶，講下心事？有陣時又有想有啲回顧一下過去，又有想係計劃下將來嘅人生下一步想點走。其實唔容易㗎，因為要有一個朋友坐喺你嘅身邊，能夠有呢個耐性去聽你講，接收你嘅心情啊、願望嗰陣時候咧，又要講對方係咪一個狀態。咁所以你揾一個對象能夠同你傾偈咧，係絕對唔容易。嗱，所以呢一本嘅著作設計咧，係為咗要陪伴你，用一啲嘅圖片啦，用一啲嘅小嘅問題啦，甚至乎有一啲嘅小嘅提議，令到咧你嗰個人生嘅整合裏邊都可以更加係清楚。因為每個人其實都有一個傳奇，每個人都有佢個古仔。但係冇一個好好嘅方法，將啲片段好好去整理，將一啲嘅思緒好好咁樣去處理。咁所以喺呢一個嘅看似係一本嘅書，其實就係一個陪伴你嘅一個好朋友，將你所諗所想嘅嘢咧，都好好咁樣，有機會將你自己係講出嚟發揮，甚至乎咧令到你有一個行動嘅喎，令到人可以記得我啦。又可以令到自己有一種嘅自豪感啦，亦都會可以俾一啲人知道你個內心嘅世界，明白你啦。仲有一樣更重要嘅就係人生去到呢一刻，作為一個中老年人咧，其實仲有好多嘅可能性。你點樣可以更加有智慧咁樣成為一個你覺得驕傲嘅人生？Remember me，其實就係送呢本工具俾你同埋你嘅屋企人，令到時時有一種陪伴嘅感覺。放下心頭石，活出心裏愛，帶佢返屋企咯。